南北韓長期分裂，北韓民眾長期得唔到溫飽，南韓13任總統全部一係不得善終，一係自己身陷領悟，一係就屋企人鋃鐺入獄，無一例外。呢啲兩韓嘅不幸，有人歸咎係政治制度嘅缺陷，有人控訴係因為大國博弈而犧牲，而有人就思疑係南韓總統府青瓦台嘅風水問題。而最令人匪夷所思，而又實實在在挖到證據嘅係嚟自日治時期嘅國家級詛咒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大話西門，我係西門。今日希望同大家以一套韓國賣座電影《破墓》做切入，同大家探索一下一個國家級嘅都市傳說，了解下傳說裏面大國之間嘅風水博弈。《破墓》係一套喺2024年上映嘅韓國電影。呢部電影叫好叫座，佢係韓國電影市場喺2024裏面第一部獲得1000萬觀影人次嘅影片，同時亦成為咗韓國電影史上最賣座嘅靈異片。呢部戲集5大元素於一身，有韓國嘅美男美女嘅賞心悅目，有韓國人嘅愛國情懷，有朝鮮半島最大嘅都市傳說，有韓國傳統嘅薩滿巫術，亦都有漢字文化圈嘅風水同陰陽五行信仰。電影製作相當認真，雖然鬼怪部分係創作啊，但戲裏面對於喪葬文化、風水同巫術嘅描寫都係建基於事實嘅，當中亦包括好多韓國人對國家同民族嘅愛國情懷。劇中嘅人名同故事情節都隱含咗真實嘅歷史事件。戲名破墓喺韓語嘅意思係遷墳。呢部戲主要講述一個由巫師、風水師同殯葬人員組成嘅團隊，為一個當地嘅富豪家族做遷墳，而當中就揭發咗國家級嘅風水鬥法事件，從而引發出一系列嘅靈異故事。部戲係建基於一個響韓國廣為流傳嘅都市傳說。個都市傳說係話喺20世紀初，韓國被日本統治嘅時期，日本用邪門嘅風水去抑制韓國嘅國運。相傳喺朝鮮半島嘅山脈，日本用咗大量原本用嚟打造武士刀嘅精煉鋼材，打造成鐵樁，插入呢啲山脈裏面，希望癱瘓韓國嘅龍脈，藉此抑制韓國嘅國運，令韓國可以永久咁臣服於日本之下。雖然話係都市傳說啦，但係根據早喺1995年，即係30年前，香港嘅《東方日報》報導，韓國人又真係響朝鮮半島嘅山脈裏面挖出好多呢啲咁嘅鐵樁。咁樣睇啊，呢個都市傳說似乎唔係空穴來風。現實裏面日本人究竟有冇咁做？我哋留返歷史學家去考證。我想同大家探索嘅係用鐵樁或者金屬去破壞山脈風水，從而影響另一個國家嘅國運。原來並唔係子虛烏有嘅。呢種做法係有至少超過2000年嘅深厚歷史，源頭仲係來自我哋中國傳統信仰文化。經2000年嘅粗略驗證啊，好似真係有實際效果。日韓兩國都係漢字文化圈嘅一員，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得好深，亦都好早。而我哋嘅風水術數信仰亦好早傳入咗呢兩個國家。早喺1300幾年前，日本史書《日本書紀》就記載咗日本推古天皇10年，即係公元602年。中國嘅風水術呢，就由韓國傳咗去日本。原文係咁寫嘅：百濟爭觀勒獻歷本及天文地理之書，並言此書乃吳人所傳。呢度嘅百濟就係指韓國。當時嘅韓國由3個政權組成，分別係百濟、高句麗同新羅。呢條歷史記載咗有關風水嘅天文地理之書，係由吳人，
即係當時中國南北朝嘅南朝傳到韓國，再由韓國嘅僧人傳到日本。喺呢條短短嘅歷史條目，我哋就睇到日韓嘅風水術都係傳自中國嘅，而且韓國人仲要比日本人更早得到呢啲風水術嘅傳授。風水影響國運嘅信仰，可以話仲早過陰宅對後人影響嘅流傳。早喺3000年前周朝嘅《周禮》就有記載：為王建國，變方正位，天地之所合也，四時之所交也，風雨之所會也，陰陽之所知也。然則百物復安，乃建王國焉。即係話要建國建成，立國必須講究方位，要合天時地利，先至可以國泰民安。可以見到風水環境對國家命運嘅影響，古人早就注意到。反觀墓葬影響後人就遲得多啦，去到2000幾年前嘅秦朝仲未有嘅。當時嘅《呂氏春秋》只係記載：葬淺則狐狸擾之，深則及於水泉。擇墓地仲只係關注屍體嘅保存，仲係未關注吉凶同對後人嘅影響嘅。一路到幾百年後嘅西晉啊，即係距今1600年左右，先至有關墓葬影響後人嘅文獻記錄。出於西藏時期各部嘅藏經就咁寫嘅：葬者，藏也，成生氣也。生氣行乎地中，發而生乎萬物。人受體於父母，本骸得氣，為體受陰。故葬者反氣納骨，以陰所生之道也。可以睇到啊，環境風水對國運嘅影響咧，係比墓葬對後人嘅影響咧早得多嘅。戲中故事嘅主線係話朝鮮半島就好似一隻老虎，日本為咗壓制韓國國運嘅發展，就使用一個名為狐狸斬斷老虎腰嘅風水方法，響老虎腰部位置下一根鐵樁，令到老虎變傷殘，無法妥善發展。呢個狐狸斬斷老虎腰嘅情節咧，係戲劇創作嚟嘅，但係就係根據之前提過嘅韓國國家級都市傳說，即係日本喺韓國嘅日治時期，響韓國各地嘅山脈裏邊埋咗鐵樁去影響國運而嚟。埋鐵樁去影響國運，聽上去好似荒誕無稽，但其實呢種做法早就有記載，而且某程度上仲影響到今日嘅語言。現今中國江蘇省嘅南京市係六朝古都，佢嘅別名叫做金陵。時至今日，南京呢個地方仲有好多人雅稱佢做金陵嘅，例如電影《金陵十三釵》啦。初聽金陵呢個別名，會以為因為佢係六朝古都，所以有咁貴氣嘅名，但事實唔係喎。佢呢個名係來自幾千年前一個風水詛咒。喺距今大約800年前嘅南宋地理典籍《景定健康志》就記載咗呢個傳說。原文係：金陵何為而名也？考之前史，楚威王時，以其地有王氣，埋金以鎮之，故曰金陵。咁就話響2000幾年前嘅春秋戰國時期，楚國嘅君主楚威王覺得南京呢一笪地方咧有王者之氣，因為怕受到威脅，所以就埋金去鎮壓呢個王者之氣。據現代學者嘅考證咧，大概認為呢個說法咧有一定可信之處嘅，因為楚威王當時滅咗春秋戰國時期另一個國家越國，佔領咗南京一帶，佢深怕越國復國報仇，而又覺得南京有王者之氣，怕越國乘氣而起，所以就用咗當時嘅風水術進行詛咒同壓制。南京呢個地方嘅王者之氣，除咗有用埋金嘅方法去壓制之外咧，仲有幾個方法去處理嘅噃。
響西漢司馬遷嘅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裏面就提到，秦始皇帝常曰：東南有天子氣，於是因東遊以厭之。呢度就話秦始皇都忌諱東南方有天子嘅氣，所以就靠向東巡遊去做厭勝。嗱，呢度岔開少少講，風水呢個玄學名詞咧，係到唐代先至用嘅。引用頭先提過嘅西晉時期嘅壯經，氣乘風則散，界水則止而嚟嘅。響之前咧，一般稱相關嘅學術咧，就叫做堪輿學。堪即係天，輿即係地，即係話呢啲學術係天地之學。而啱啱所講嘅厭勝咧，就係根據堪輿學嘅理論，用一啲方術，例如埋金啊、巡遊等等嘅方法咧，去進行壓制嘅手段。除咗埋金同巡遊，仲有一個更激烈嘅方法去壓制南京嘅天子氣咧，就係透過開山劈石喎。響北宋時期嘅地理典籍《太平寰宇記》就有記載：秦聘天下，望氣者言江東有天子氣，乃鑿地脈斷連江。呢度就記載咗，為咗破壞南京一帶嘅王者之氣啊，會用破壞山脈，將連住唔同山峰嘅山崗鑿開，使到山峰唔能夠相連成脈。呢度就帶出風水學上一個重要概念脈。脈呢個風水名詞，風水學上一般稱為龍脈。相信大家都唔會陌生噶啦。我哋睇風水嘅時候，成日講嘅尋龍點穴，裏面嘅龍就係指龍脈。咁何謂龍脈呢？脈嘅本意係指血管。喺中醫經典《黃帝內經·素問》裏面就話：夫脈者，血之府包。之後就喺語言上咧，就引申為事物嘅連貫性。喺風水地理上就指有連貫性嘅山川地勢嘅條理同埋聯繫。《吳越春秋》裏面就有記載：行到名山大澤，照其神問之山川脈理。可見中國傳統文化上早就習慣稱山川之間嘅聯繫為脈。至於龍啊，中國人對龍嘅印象係善變化、能大能小、能屈能伸、能隱能現、能飛能潛，所以風水學就將綿延嘅山脈稱為龍脈，係借龍嘅形象嚟代表山脈嘅地勢、水流嘅走向、起伏、轉折同變化。響清代官方嘅風水理論就有咁嘅總結。響《欽定協紀弁方書》裏邊就話：龍脈者，地氣之行跡，由人身血脈貫通。即係話龍脈就好似人嘅血管咁，輸送地氣，滋養大地嘅意思。對龍脈好壞嘅睇法，唔同風水流派有唔同嘅睇法。但核心就係要綿長，綿長先能夠成勢。響郭璞嘅壯經就話：上地之山，若伏若連，其源自天，若水之波。即係話上吉嘅生物要好似水波咁連綿連貫唔斷續。從呢啲簡單嘅記載，我哋就可以睇到破墓器中嘅埋鐵樁同埋南京埋金，仲有秦始皇鑿斷山脈嘅用意，目的就係透過破壞好似血管嘅龍脈，阻地氣嘅貫通。埋鐵樁同埋金就係要呢啲龍脈泄氣同埋阻礙氣嘅流通，好似用針拮穿血管或者膽固醇阻塞血管咁。而秦始皇就更加誇張啦，透過開山劈石，直頭切斷血管。理論就講咗一大堆啦，咁有冇實際效果呢？呢度就有個表啊，係對中國3個經常被唔同朝代或者皇權用嚟做首都嘅城市作一個比較，睇下南京嘅王者之氣係咪真係有被壓制到。呢個表格選取朝代或者皇權嘅標準係從有文字記錄嘅周朝開始，一直到清朝溥儀為止。
而嗰個皇權呢，係一個自稱係天命所歸嘅獨立皇權。所以咧，春秋戰國時期奉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嘅封國咧就唔算嘅，而比較嘅標準咧就係從佢立國到亡國嘅國造。從表中啊，我哋可以睇到，無論係最長嘅國造、最短嘅國造、平均嘅國造，南京嘅成績的確係強差人意喎。南京最長國造嘅東晉啊，只係有103年。少於其餘兩個城市，分別係北京嘅清朝268年同西安嘅西周275年嘅一半。而定都南京最短嘅國造嘅太平天國就只有11年，比定都北京嘅最短國造金朝61年呢少咗6倍。而定都南京嘅平均國造呢，亦僅僅及排第2嘅西安嘅一半，而同排第1嘅北京呢，仲只係得1/3添。就咁簡單睇啊，自2000幾年前春秋戰國開始，2000幾年嚟對南京王者之氣嘅風水壓制，似乎真係有一定效果。不禁令人擔心，韓國嘅國運係咪真係俾日本嘅風水術影響到呢？不過話又說回來，國造嘅長短有好多唔同因素。首都對於國造嘅影響，亦都有好多因素。風水係咪真係咁關鍵，就由返各位觀眾自己判斷啦。秉承呢個頻道簡順梅師傅提倡嘅真知正信精神，雖然呢個節目只係對有趣嘅資訊同故事作出趣味性嘅探索，但係都希望可以兼具正反兩方嘅陳述。一代明君清朝嘅康熙帝啊，就唔拜風水可以影響國運呢一套啦。佢就喺佢嘅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靈碑文裏邊咧，就明言啊：從來國運之興衰，關乎主德之善否。上天降鑒，唯德是與，有德者昌，無德者亡。於山陵風水，原無關涉。嗱，佢就話咧，上天咧只係睇掌權者有冇仁德嘅啫，有就可以昌盛，冇就要敗亡，同風水完全冇關係咁話。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咗破墓呢套戲相關嘅國家級都市傳說，粗略咁同大家探索咗國運同龍脈風水嘅關係。但正如響呢一集一開始所講啊，破墓呢套戲有好多信仰玄學同靈異相關嘅元素嘅，例如有關墓地嘅選擇啦，戲裏面風水師用食泥嘅方法感受墓地泥土嘅吉凶，係真有其事嘅。仲有就係戲中嘅巫女為咗破墓遷墳而做嘅破煞巫術儀式，其實同我哋嘅神功信仰呢係有相似相通嘅地方。呢啲都會喺其他集數同大家一齊分享探索嘅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。大話西門呢個節目目前仲係試探形式咁去做，出片暫時唔係咁穩定，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同鼓勵。希望大家可以俾個 like、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分享出去。而最重要嘅係希望大家可以多啲留言，邊度做得好，邊度講得悶，有咩想知多啲，你哋有咩感受或者想分享，都可以留言俾我哋，大家齊齊傾下，了解下，希望可以將呢個節目做得更好，同大家探索更多有關中國傳統信仰文化嘅有趣資訊同埋思考角度。今集就到呢度，希望能夠再喺大話西門見到大家，拜拜。